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华视内容。这个台南市美术馆当日举办向众神致敬的艺术展览。伫进入现代感的美术馆，会当看到台湾传统的庙祀的文化。踏着阳光脚步，观众手出现伫美术馆，露出了艺，举手投足尽是威风。有众神之都外号的台南市，将台湾传统的庙宇文化带入当代美术馆。我们也会去庙宇拜拜，但是会忽略了很多，看这些墙壁上的龙啊、凤啊，或者是石雕啊。早期的台湾社会大细项表演拢伫宫庙举行，透过展览，官方希望讲大家过来重视传统技艺。咱就是要做传统和现代有一种对话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其实就是八家将。有路的传统文化需要被特色的珍重，透过一摆展览，民众会使伫个门神壁画、签诗木雕的装饰内，向众神致敬，为生活中落实行为艺术，嘛学习省思加珍惜这个不应该因为社会变迁而消失的本土艺术。